这个工人又在矿间狗舍了。我这个朋友养这种狗啊，已经养发财了，越养越多了。老板，哪一个狗比较漂亮，比较贵？自己看吧。自己看啊，你拿一个出来看一下，有没有贵一点的？贵一点多少钱？我问一下。这一窝就比较贵的，叫他拿一条贵一点的出来吧，头版比较漂亮那种啊。那条其实真的漂亮那条。对的，我也是看见这种。这两条真漂亮。呢啲幾錢啊？呢啲5000。5000啊，一条小狗就5000啊。养这种狗真的能发财吗？欢迎评论区一起交流。好了，这一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